睇片之前記得撳鐘仔、訂閱同埋 like 啊！多謝大家。哇！今日1月8號啊，有10蚊爆，呢個係爆芫茜香酥餅啊！我今日又想食麥當勞喎，咁買一件呢個試下先。拎咗啦，跟住就去麥當勞買20蚊4件雞加一杯汽水啊，咁就當一個午餐啦。嚟到麥當勞啦，今日係2026年1年7日，密密心意最嬲尾呢一日啊！之前呢就有10蚊9件麥樂雞啦，2件菠蘿批10蚊啦，香菇批10蚊，雙層魚柳包25蚊，4層芝士孖寶25蚊。1月7號呢就係脆辣雞腿菠蘿包啊，25蚊。如果今日呢就係1月8號，就係脆香雞翼4件配中汽水。咁呢個1年7日麥當勞嘅密密心意餐呢，今日係 last day 啊！我而家快啲入去試下先。到咗啦！呢個呢就係麥當勞嘅脆香雞翼4件，佢就包2包泰式醬嘅。呢個呢就係 KFC 嘅芫茜鬆餅10蚊，呢度加埋就係30蚊，仲有杯熱朱古力添，30蚊一個 lunch 啊！而家試俾大家食下先。呢個鬆餅都幾大個，比我想象之中。外脆內軟，但係有冇食到芫茜味呢？又好似食唔到喎。面頭呢就有啲甜嘅蜜糖味啦，但裏邊佢有芫茜，但係呢食到好輕微嘅芫茜。其實佢就可能焗咗之後呢，嗰啲芫茜冇咁出，但係我覺得係 OK 嘅。如果譬如啲人好驚食芫茜呢，其實佢呢個都唔係好爆芫茜味嘅啫，都可以一試啊！好啦，而家試呢個麥當勞啊，今日
限定啊！1月8號限定脆香雞翼4件，加飲品20蚊，就配泰式醬。哇！熱辣辣嘅喎，啱啱炸起。好多人啊！今日好多人啊！呢個熱辣辣啊！咁好多人都買2盒以上啦，不過我就唔想食咁多炸嘢，所以就買1盒。咁樣呢個 lunch 30蚊嘅 lunch， 大家覺得抵唔抵啊？你唔上去講咗未啊？講咗啦，講俾阿龍聽。大家如果想睇其他嘅飲食片，歡迎留言俾我。呢個影片就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請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、留言。如果你有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， 亦都請你訂閱埋我呢兩個頻道。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